仲喺搵睇珠江最特別嘅方式嚟坐廣州水上巴士 S6線，從黃沙碼頭出發，只要2蚊，手機掃碼就能上船。每隔15分鐘就有一班，從日頭開到晚上，短短幾分鐘航程就能環渡珠江，直達對岸文藝氣息滿滿嘅白鵝潭藝術中心。呢個先至係體驗廣州最地道、性價比最高嘅城市交通。你準備好上船體驗一下唔一樣嘅廣州？九桥上面那位家长带着你们，等下小朋友马上离开九桥，还有3个游客，我们等着你们联络。